你咩㗎啦？你啊，多人得啦咩？多人得。咁啊，真冇呀？因冇嘅咩？係咯，因佢話因我話。夜光龍藝比賽嘅工作人員請各就位啦，因為我哋嘅比賽咧即將開始。而各位觀眾嚟緊，我哋會進行嘅會係夜光龍藝嘅賽事，分別係會有9隊嘅隊伍，分別會嚟自新加坡、澳門、香港、台灣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廣州同澳洲嘅隊伍，會係參加今次嘅比賽嘅。好想唔係一齊我條高中路嗰度啊，我哋都冇睇，因為你換場嗰時咧阻住你啊嘛。而家進行嘅係夜光龍藝嘅賽事，而家請裁判進場。先介紹我哋嘅龍藝裁判長高佩偉師傅，副裁判長拉瑞華師傅。龍獅裁判組郭文龍師傅、龍志輝師傅、李潤德師傅、劉光輝師傅。另外都介紹一眾嘅夜光龍裁判，分別有幾多爺、蔡恒昌、蘇正義。再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夜光龍嘅裁判，分別會有幾科員、蔡恒昌、蘇正義、樂志軍、李浩然、蔡明仁、陳慶軒、黃麗佳、黃日飛。而我嘅裁判會有吳偉雄、顧嘉南、陳世強。套路檢度會有謝正洲、李君基同陳志豪。掌聲歡迎咁多位裁判。咁佢哋係運動員啊嘛，係中國。請各位裁判就座。我成日以為嗰個國體光添，係咪啊？香嗰啲係咪啊？睇唔到個樣嘅身形。聽日可能嚟。佢宣傳不足喎，成日失敗呢咁喺開始之前咧，比賽開始之前咧，我介紹下今日夜光龍藝比賽嘅參賽隊伍，分別會有新加坡威勇體育會、澳門羅良體育總會、中國香港龍隊 A 隊同奉派國術總會舞龍隊、中國香港龍隊 B 隊北少林門龍子祥國術總會、張范源方院國中。馬來西亞全國龍獅總會、馬來西亞柔佛新山福州11會館龍獅隊、菲律賓文陽體育會、廣州工人醒獅協會長嶺夜光龍隊，以及係澳洲龍獅總會清風龍獅團。咁話到係明話係夜光龍啦，所以稍後咧，我哋場館嘅燈咧係會熄咗嘅，咁所以大家就會見到地上面可能有其他唔同嘅光管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除咗會見到地上會有一啲嘅熒光光管之外咧，咁亦都會見到夜光龍
佢哋身上亦都會有唔同嘅熒光嘅顏色出現嘅。所以點解夜光龍好睇嘅地方咧？其實就係大家可以見到喺熒光底下嘅效果，分別係有龍嘅情況啦，同埋佢哋嘅道具。咁大家都可以睇到係令到大家專注啲去睇龍嗰種唔同嘅展現。觀眾。今日初賽知藝初賽比賽。咁可能有啲觀眾大家都可能未睇過夜光龍嘅，咁可能大家會見過，可能會有大坑嘅舞火龍啦，或者可能喺過年期間或者一啲係大時大節或者喺一啲嘅神誕，大家會見過會有一啲龍藝嘅表演。咁但係夜光龍究竟係幾時開始嘅咧？其實喺星馬一帶咧就主要發展夜光龍啦，而香港就喺1998年開始將龍藝運動納入成為體育運動之一。喺過去2年中國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同政府有關嘅部門全力發展龍藝，並每年舉辦全港公開龍藝比賽，同埋喺2000年舉辦咗第1屆全港公開夜光龍賽事。同時喺2005年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更加舉辦咗世界香港夜光龍醒獅邀請賽2005。而呢一個咧係世界性嘅創舉，佢將夜光龍獨特同埋創新嘅多元化套式、色彩繽紛嘅形象介紹推廣到全世界。所以咧亦都係見到啦，錦標賽係去到今年係2026，我哋都係每2年咧就會進行一次嘅錦標賽，所以咧大家可能係叫做2年1會，咁啊大家就聚首喺紅館呢度啦。2年1次，2年一屆。夜光龍比賽。